可这将相思高中的72名举人进报连登王家，进报连登王家。小弟应有精神，对，长子对母给手一礼。给手一礼呀！是姐姐在堂，请留小弟一把。弟弟，快起来吧。姐姐，弟弟，要是爹娘在此，不知有多么高兴呢。大弟，今日大喜，你怎么流泪了？弟弟，快请各位设席吧。各位，请。请。姐姐，弟弟来。嫂嫂快来！哎呀，嫂嫂，你看杨二爷家走了嘛，像希望场一样。三姑，你不要东张西望的，你去把杨二爷请出来，我们送了东西就回去。啊，就回去，我还要去喜酒你。杨二爷，三姑，你不要叫了。杨二爷来了。谢哥。你有三姑爷来了。哎，小大怎么没有来呀？他离湖边有房了，不能前来，只得将我三姑送着一辆高端前来到府。看过医生没有？杨二爷，姑姑生病，不去上课，哪有动力看医生？三姑，哎呀是嘛，这高端还是你当了医生买的呢。三姑，你还不知罪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因为小大这病我知道，这样吧，你们先去设计，等一会我把医生去小大开的药方拿来，让你带回去吃几天就好了。杨二爷，我不去设计了，小大有病，我要早些回去照顾他。哎呀，嫂，我肚皮老早在我了，吃了再回去也不迟嘛。哎呀，三姑，你好不懂事。这样吧，让三姑先去设计，你在这里稍待，我去把药方拿来，好让你回去照顾小大。吃喜酒了！杨二爷，走，我们吃喜酒去。吃喜酒去啊！吃喜酒了！我去喜酒来啊！走，我们吃喜酒去啊！吃喜酒去啊！杨梅府人文关切一拥拥，勾起了碧水红。三千文集就是梦。谢公。许公哎，杨二爷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有，我没有想什么。这是我以前去小大开的药方，这是一个记账的日子，你呀到爱人堂去收药，便不用付钱。这药方我虽下，这纸我千万不能要。哎，没有钱怎么收药啊？来，拿着吧。不，哎，拿着吧啊！杨二爷，你真好。谢姑妹，
你不怪我吧？谢姑妹，我知道你心里苦啊。相
心旧梦，心旧梦，你无踪，梦醒原是一场空，夜深寂寂无根寒，只留下来的心头雨痛。心里说良辰有尽劳，只要病好，将来你总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小大是个好男人，可我不是个好女人。哎，小姑妹，你我虽有情爱，可并不有为之事啊！你怎么就不是个好女人呢？杨二爷，你不知道我知道，你是一个好女人。要不是我，怎么会事事就放不了你？杨二爷，你还在想我？是啊，哦，记得有一回还梦见了你，醒来以后绝不人美，就起来若当人催在一手，了解心怀。真的？是的，哦，这就是我还一直带在身边呢。那，你看，夜来不美，若当生这句，一生修过也美梦一道谢家，小郎为何却来想？独行这夜，陈平玉，欲为离人，早落火。杨二爷，这真是送进我的。你我相知一场，这就送给你做个别纪念。你真相信我是个好女人？是的，你问我体贴纯良清白，我怎么会不相信？我问我体贴纯良清白，我清白。嫂嫂，谁？是我刘志豪。你又来做什么？哎呀，嫂嫂啊，你这个小菜我已经上过血了，怎么就不能嘞呀？你害得我好苦啊！嫂嫂，我要和你亲一个夜。有人修过也没？这是杨乃武的手情诗。把事还给我吧。怪不得外面说是杨七八才女来各有此事。你不要瞎说。瞎说！情事在此，怎会是瞎说？刘少爷，我求求你，把事还给我吧！我求求你，我求你了。
那你就陪我过夜。你是谁？怎么睡在我的家里？我屡转回家，哪见一步，你竟恶上奸夫！小的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先生，你是他之谁？你讲。他是自言自自刘子是他，自愿少爷。小的。刘少爷，上次你拿去米呀，把小白菜搞到了手，这次要用皮上的4个小的，这可不太容易呀。铁老板，哦，是三姑啊。铁老板啊，所以啊，哦，家里谁生病了？有来说呀？我姑姑睡了起，老毛病啊，预犯了。哟。还是辛苦主人杨来福开的老方子嘛。还是这自己长。哎，好，我马上替你配呀。你先到外面闻一闻，等下来拿呢。啊，哎，快点啊！宝生兄，下手的机会来了。你是谁？你把披萨悄悄地和在眼里，岂不是神不知鬼不觉？哎呀，我们可想到一起去了。个小的，你管做我的奸，我就要你的命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万通千夫，在眼里下对我心嫂嫂，你千万不要大声地哭，你看他切空流血，要是顺了出去，这完了的。哎呀，小白菜呀，刘少爷可都是为了你呀！你还是叫他，我要拿你去监管替小大生监管，你要知道，袁太爷就是他爹。哼，你生我下头有何证据？这样是你亲手鉴定，又是你端起他的，你能十分明白？现在你只有马上卡关休息，收拾小大师保平身房，这样一十年便似乎得真了。哎呀，都是刘父的心上奶奶，就是你的了。我伯伯马上要来考完小的，你是我玩得过他，你是我玩得过他呀！一个乡下老太怕他之人，我弟是袁太爷，谁管和我作对？畜生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老爷，糊涂不识字啊！你个老糊涂！我
能保的是他吗？老爷，你可知杨水小主真诚，尤其是杨来武，一笔是道不饶人。初闻他去年一封连名信，断送我4万去花名，啥知我草菅人命保儿子，我还得被他死在丢先生杨乃武他自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和小白菜早有私情。是什么？我有他的亲笔情诗作证。你是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从小白菜水中得过来的。爹，你看，老爷，是不是真的？果真是杨来福亲笔情诗，看来他和隔壁是确有私情。老爷，你的官帽报得死了，我家儿子也可有救了。怎么？你何不来过移花接木？移花接木，他虽有私情，可并你下毒，我怎能办得到他？爹，这有何难？可晓得吃的呀，就是杨乃武开的房子，账也记在他的这事上。哦，哎，这样我买通好友先报手，就是披上是杨乃武买的，不怕办他不到。为了儿子的性命，为了你的先生，真是刀山火海，你也只能挑一位了。是啊，弟弟，老爷，你就救救儿子吧，老弟弟。爷，唉，难呐！老爷，我难在哪里？难就难在隔壁是的口供，实是没有他奸夫是杨来武的口供，我就难以定杨来武妹夫得福之所呀。娘，我不想死，儿子不想死啊，娘。老爷，现在小白菜人在哪里？三丫在月牙监牢。好，这事你交给我。今天晚上你把他请到这里来，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小白菜供出杨来武是奸夫。不，杨乃武不是奸夫。小姑，你不认他是奸夫，不肯在这口供上画押，那杨来武的性命就保不住了。怎么？你说，那小大吃药的房子是谁开的？是杨二爷。那业账又记在谁的桌子上？也是杨二爷。这不就对了？这小大吃药送命，杨来武还能还吗？可杨二爷他没有杀人，他没有杀人。难道是他下菜？哦，你是我儿子下毒，把证据拿来。是他亲口承认，还能有假？这是口说无凭啊！你不想想？一无凭，二无证，你怎能自贡我儿爱人命？这案子我叫一诉他。
没有证据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点老板证明杨乃武在10月初5买过砒霜的认证关键。难道没有天理王法可以允许好人吗？结果这便是你的糊涂了。巍巍王法立了名，无罪哪里去公正？唐诗古语天理在，古今来真为义，这么多冤冤归上西坟。一番话听得我胆里心惊，只管举两配元乱了方寸，杨二爷对我有大恩，我岂可恩将谁报来良心？平牙坊平神针，两台无力是必要判死刑。查你瓦工神奸夫，我家老爷关你恩德，放开一面皮下苦苍生。管他孤勇义无杀神，便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天大风波。一时平。谢姑，只要安这一了，你就是我刘府名正言顺的亲生奶奶了。是啊，好媳妇，娃呀吧，娃呀吧，我不能我呀！那杨来武便是。要是我忘了养你，那杨来武便是。谢姑，娃呀吧，娃呀吧。天哪，你谢姑原子王亲把平亲姑一生恩，将来我生不到，偏偏无三生。这公子难道真是二爷生死门？我要配难配啊，要进难进。哎呀，要进难进啊！谢姑，你不知道，杨来武是辛苦举身，我家老爷爱他3月，也舍不得杀他。只要你瓦工，他俩我儿子的关系，我家老爷死了，虽是凭条定制，也要保他无死。此话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哎呀，谢姑啊，我们啥子骗你？天当来配呀！谢姑啊，这下你该想通了吧？哎，小姑是聪明人，哪有想不通的道理？来，娃呀吧。生
啊，小练功，俺的小练功一请引导，不来见遭燕官。来，请，请坐。不知老夫的有何教育？素知小练功胸怀济世大才，又有惜命之心，幸有一件大案未决不下，这得劳动小练功大家当面讨教。言送了，老夫的从孙子留下有君于万身，官不送礼。唉，这怪我理智无法，原来竟出了人命送案。哦，不知可有证据？也有名誉亲口供词，还有一点卖皮上人证关键。哦，这有何难啊？你当明正殿应已经要有。这是那奸夫是位有功名的乡绅，叫我好生为难呐。哎，上言道王子犯法，与私命同罪。小练功，你说这案办得？判的谁名是妹夫特夫？妹夫特夫。好，大当死罪。杨大夫，你可知罪？内夫何罪？你与人同奸，妹夫的父万不成罪。我杨内夫与人无奸，何须妹夫何来特夫？身为子虚无有，空有来风，是不奉陪。大胆！怕你来得去不得。我明白了。才人口将我要加一份案，是穷逃，分明是为了去年民心，管理在路很低笑，一事无言，不报父母之罪名，世间标志可惜不平不正不日去，要害我杨内母。黄泉飞升空徒劳。好个杨大夫，不但离别之道，还有立口之剑，大胆自让万官狡辩。让我狡辩？请问我与何人有奸？个鞭子，小公早啊！你与他有奸有谋，是她丈夫个小大。什么？小大？他已经死了。谁有错误是你按下砒霜，你伪装什么无度？呸！刘西东，你血亏喷身！也有个别是亲口公子，一点之前报深深正官节在此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天下事态荒唐，一个堂堂百里父母，今可指鹿为马，拔腿山羊，强作却人我郎。试问我与别是本府奸臣，皆是兵伤，他又怎肯兵法误判，事无事伤？这份谁有错误，我正在杭州慰问，世间哪有分身之人，我又岂能为之鸳鸯购买砒霜？呵呵，
分明是岳家此贼胡混附势，这是匹夫混子，势不两立。司令，这等颠倒合法，祸害无辜，文韬优良，怎敢为家敷衍外貌，而让老辈受此道当，真正岂有此理！但官报效公道，现当四射大反拳。刘西东，你是当我不得，正是当你不得。我乃是辛苦取人，功名财神，你似乎当得。我早了你有此一句，你看，并个别是看过我先报身正是我一向文有待四个女举人功名，至今批文一下，看你还有何色？刘西东，你好狠毒！原来你早有郁闷，我岂肯与你关休？大胆广度万贯杀业，请我送当不是大本。西东，你尽管公报私去，请我当当当！杨大夫，现在你还管凶吗？好过刘西东，你尽管飞奔先大口，你快把师傅妹夫的武松人找来，冤枉难走。刁民，不懂答应，怎肯招人？结棍死后。杨大夫，招是不招？府动可招。是。有招不招？不招。招是不招？不。杨大夫混账！让罪，喷刑。三家官休得我，却同专心。婚悠悠，何人曾破三婚计？可恨可怜刘西东，也一恶也同心。想西东因我盼我为奸夫，先报身怎会关机？
大夫，你早死不早，复工可早。杨大夫，你该明白，此事今日我岂能容你不走？你谨慎休想！胡连死！刘启东，你尽管使用朝廷早已禁用的禁令，只要你不应下毙命，便符合我的先生。今日纵然把你弄成残废，也要受你口中吐出功来。你杨大夫，你真想不要双腿终身残废吗？你真想不要双腿终身残废吗？忘情心，诚心其事，自在我人傲英之上山，终遭些此生无用，一传神非神。不是杨公头后差，就要有待我上高诉远行，只要留得青山在何愁来年不逢尘。杨大夫，你这么样，我走，王公。随着杨傲满腔恨，王公不惜苦斗分，问长长却当神道是故事，乱滚滚以来青天把乌云。兄弟梦圆2年多，这江城多少
暂停营业，王子兵联合浙江从此生，常书经过八元边，苍苍万古月。娘弟弟写词红绳送见上来细心，刑部举奏，不下相问。皇上谕旨，传到浙江，命桑大仙举足为生，复奏朝廷啊！苍天爷爷，我弟弟他有救了。大弟，你到我们浙江市政的联名平原县，落在谁的手里？谁？就是我们浙江人刑部侍郎夏东元夏大人手里。夏大人是他背着地罪的。当年我在夏府当巡养，夏老太太对我死生亲热，现在弟弟已到这样的好官，他一定有救了。不过要想伸冤，还有极大的障碍呢。什么障碍？过去多凭隔壁是口供定案，如果他不反供，只怕三大仙一样挖无路，这就糟了。我弟弟生死存亡，谁此一举？我便背着小孩也要到杭州找隔壁市求他反供。求他反供？对，到杭州找隔壁市求他反供。好。心暖心，心暖心，四方远安，写字不，此案绝不能犯。要是犯了案，浙江这100多个钉子就完了。是啊，生了几十场钉的铁案，说不就不，还让我们为生，也太不把你这个封疆大吏放在眼里了。哎，大人呐、一道手指，我来一道雨子，我大动关谷，为了一个小小的杨乃武，这是什么？哼，索性来个愿意负罪，万万没负得我报上去。快引步把我养门，怎么样？我家大人呐、这银幕可是有皇上亲赐的谕旨，你愿意举奏，这不是公开的盯着皇上吗？哎，皇上还是个4、5岁的孩子，懂什么？皇上虽小，可老佛爷虽连听政，大人不能不顾啊。一辈子之间，只要改动1、2个字，既定了刑部，对皇上也有个交代呀。哎，你对大人言之有理。怎么改？愿意没负大户，只杀了一个杨乃武，索性定他个通奸谋名，连隔壁市也一起送。来他个文堂
不闻呀，岂止是闻堂不闻呀，简直是闻清堂加颂呀！就这么办，我们立即准备，我们三大仙一起升堂。杨内务他不是奸夫，大人民间，那奴役杨内务并无奸情，他全不是奸夫，内夫大夫实是冤枉。那以前记者堂你为什么堂堂瓦工说他是奸夫啊？范某人几次复原，只因谁不是答应，不得不公啊！大人。这万物十分刁钻，他此话分明是指我们浙江国元非赢必攻，这完了的。对，哼，那你说奸夫是谁？这小大是何人所杀？讲。堂堂正正本奸夫。将进屋，门内无子娘苦就是下人，今日只有九儿爷养女儿老爷呀还我不奸夫，都是交代。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是我必须有功。大人，他为杨乃武开脱，竟不惜死己性命，足见他与杨乃武同结今生啊！分明是通奸谋灭。糟啊，这必是！原来一些文官都被你蒙骗了。今日你无意之中透露隐疾，原来你们是通奸谋灭。大人，杨内务实是清白无辜啊！自开！小的只是与他无关呐！死口！杨内务冤枉啊！死口！死口！大人，杨内务冤这真是山切用地来！哎呀，三子是儿！大人，杨内务冤枉！大人，杨内务冤枉！大人，杨内务冤枉！上言，一声，招是不招？二声，有招无招？
把隔壁是押进死牢，待杨内务。内府一步，长大大。杨内务，你可知定你妹夫的vụ，此案有错吗？大人明鉴，小人确实冤枉。错便错在不该定你妹夫的vụ，应是通奸谋明。通奸谋明？对，快把你们手通奸谋明送人招来。哎呀，大人呐！妹夫的vụ本是冤枉，通奸为民更是荒唐，却大人明镜高原，深冤理枉。呸！隔壁是已经公认你万贯交来，难道不怕本务员同意吗？答应死后。一声同意，正当已不是圣人无辜，顺胸膛。想不到身为何三大仙，比公用姻缘一样，了此君有难心愿，黄书生无且守光，闹一场三大仙呐。以此为生看灵魂，
白天引导报君王，哪知你们糊涂民文糊涂神，滥使权位平民上，此时登上对朝廷，小配明王称他愿立封疆。好，你尽管说马少丁大人，可见你秉着多么奸猾猖狂。今有隔壁之庆功，你远在哪里？往在何处？是狂徒，不用答应，你是我肯走。注意伺候。见面三大县，审问这草求分赃，用银有犯，心花样啊！好一片祝福也！可笑我杨内府，非是一件实体府，真地府算我是有生死簿，面前毫发却无错。可叹杨坚关沿路，偏将好人苦折磨。
蒙骗招供要斩，要杀有时候不必杨先催我人，不愿并求因此去前，正夜落拿兵来。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恨死这江山他先，不因公讨因大道，弟弟呀，一番申诉与我同，怎难回应金台龙来图姐，兄弟。姐姐，好姐姐，且莫恼，阴气应得这一堂早金莲，一副银扫
云飘飘，穿不了骚，不知生，不知死，生死谁怕？飞去心头一团火，深恨鸡汤永永烧，喷不成的波波自在地内世间啊，月空没有泪，月寒风上笑。那心红只等我一直冰心笑，那心红只好等我生命心空。中刀下归，颠不将色不笑，兄弟。姐姐呀，姐姐呀，我是眼前年轻。莫谁管你娘她临舍两腿动恰脚，娇儿出生常有笑，托尽抚养得着了，林荫城抱他娘我见一面，我终是去心苦。笑
了，只剩起7公分前怒堂，连名这些公主上，深远地地讨公道，最近我决意破上去进口，哪怕山高路途遥。进口，那是有去上高3大姐，这似乎是的，兄弟！哎呀，姐姐呀，你哪里知晓？你哪里知晓？他亲爹地，才有明了，要去搞本，细水飞霄。上大大，先用3丢3关，要用雄狮虎狼，对院长更需滚动顶板，不是夜待送爽。唐尊镇上亦是9死1生，唐尊不曾犯入死罪，便要奋战法上。好姐姐呀，与阴阳里野姑杀女，都是去唱虎狼之招。小弟我议论，却是倒下冤神亡阳姐姐。你让我死吧，你就让我死吧！我生命了，我生命了啊！记得姐姐身上那块伤疤吗？记得你10岁那年，谁有当不困睡恶霸欺负，却将反抗撕破了衣裳，回去也是不明，以为你在有当不好好的读书，就将你好一等。叫呢，在我背上猛咬一口，汗泪倒醉。姐姐知道你的委屈，心痛的把你紧紧的抱在怀里。应当事情，我背上的刺伤之后，你的勇气，你的倔强，都到哪里去了？姐姐，你看你。你看你这样冤上无脑，我恨不得狠
岂不可嘞？自我想。天可怜，啥能朝夕平？愿来迎你桥路当鼓，陪他桥堂上此去。既不还的，莫伤心，莫凭吊。我在那应是路上迎来你，几地结伴。相扶相思同苦难桥。一家团聚见父母，曾欢喜下同饮笑。离开这火红火并城之间，渐渐我心怀一种福缘无悔，也把心愿了。兄弟，姐姐，笔墨已备好，你快点写上吧。写吧。弟弟，你万字写上吧。
这名高仆上。家有姑姑是后郎，扛他担子把堂上。来，命元神送退门后门到大道，绝不留地三丢三还，进见。但命夫，你可知高铺上要滚钉吧？知道。钉棒死魂。千钉板，妹妹双魂光，好意思声声吼呀，快等我啊！传对心里慌乱，想起了天地天那浪荡遍地上，想起了天地银江团队不隐藏，回救天地和心里。皇上恩典，有牌无身，谁能面上则可报名。元神，你可知滚钉板九死一生呐？就是一生。就是
去顶拜冷水喷洗。也罢，本部当准你上旨，待我调集万军，勇而再胜。谢他上，杨素英是算命班高不苍，惊动了天王贵岁，神情慌张。神亲王道，弟子王爷驾到，有失远矣。苏呆子，不要来这一套。我来问你，听说有人到你营部滚钉班高场来了啊？是为杨内府一案，我想惊动了王爷。那你准备如何处置？这个此案牵涉着将100多个分官，经杨昌军3大县复审与本章复奏朝廷。哼，杨昌军，他眼里还有没有王朝，有没有两宫太后？他管某朝廷，还不是依仗用兵边疆的祖宗堂之事？早啊，此事啥不处置？一旦不慎督府军旗放摇，这还了得？那王爷的意思是？杨昌军关在杨内府这件案子上定上，那就在这件案子上处置他。对呀，王爷高见。杨内府一案先后拖了3年，全国瞩目。只要此案一旦天下震动，即主此杨昌军已经是国生多福，必有机要。杀过去绝后自宽。我今天就为此事专来找你的，你明白吗？明白。有王爷你这句话，办这案我便不为难了。只不过便宜了这个杨内府。天！瞧瞧！哎呀，舅舅啊，想不到这案子闹到了营部，我现在只有靠你救命了。嗨，舅舅在营部也只不过是一个班头，你只要骗得那隔壁是反为原来的口供，大大让用营，我有数，你叫他放心，不为通敌，我去把他带上来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三姑啊，你想救你嫂嫂我杨爷吗？那我教你的话可千万不要忘记了。不会的，我记得苦劳你。谁是杨内务破了死罪啊？难道还有假的不成？哎呀，秀姑啊，你不想想，要真破了死罪，10个杨内务都已经死了，还能拖到今天？这先靠我弟弟笔下草生，上下运动，案子才拖了2年多。正当我弟弟安排妥当，结果有望。想不到你在3大县当上翻了功，才有生变故，击害了杨内务。
又害了你自己呀！哦，对对对，嫂嫂，这都是真的。你看，吕少爷即使穿过这样的衣裳，为了救你我杨二爷，自己都变成穷光蛋了。三姑，你没有骗嫂嫂。哎呀，嫂嫂，你知道我是从来不会骗人的。吕少爷是对我那个补偿的，搞补偿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我亲家存的10万银子，上下都已经打点好了，只要你返回员工，便可结案。秀哥啊，这可是你我杨乃武最后一次机会了。难道杨二爷真的还有救？我知道你还不相信我，这样吧，等到了营部大堂，你先翻供，快用银是非有同，是果不同，证明我已上下当店所言非虚，否则你再把案翻过去也不迟啊。哎呀，嫂嫂，你谁答应了吧？你谁答应了吧？啊，只要能救杨二爷，这功我发。营部大臣君谕，待杨乃武。可笑皇上杨乃武，辛苦几人身解脱，不听公令步步高，恰自今受生积极上升，本应见大官也当领有辛苦长，我来过贪佛罗背罗天风。可将来无口见大臣。大胆杨乃武在本国大当，尽管出身裸体，不管无所公堂，心愿非分先大。公堂分案，岂有非分先当之理？大人明鉴，徐航员出身便知，非分先当不是他办。原来是你！此次查来，你是缺当甚早，小人确实冤枉。既算冤枉，为何出宫没府大夫三大县佛神有共同见没明且堂堂都有情别瓦工？大人请看我在岳阳园的瓦工，分是苦对此上有情，西边一句英语上礼。果然万丈却当甚遭死事。哼！堂堂宇航员，竟算连可对问也不上，卑职无能，卑职无能。那你在三大县堂上平时瓦工，难道也有隐语不成？有。
子三公啊，看上一看，官字下面两股看。左一看，文字凡无个别字，误判前程夫人看。有一看，有字雅典先报身，为真卖多小人看，最厉害上一看，那便是貌似公正，心神偏袒，官官相护，年营比公的大臣看。三口相连关关口，杨内无一口，怎能第三口？落得富瑞真有瑞，羔羊落日老虎口。当时谁应大当口，去文战才是口，求大臣明清高原西他平日三顾口，体内无朝夕人员送返家园，面教王子刚到口，我定当上宫楼位，年年月月官言青天。八个一个十分可信的杨内府，非但与行员修炼堂堂三大仙，今也被你瞒过了。来人，有把杨来伯带下去，本伯当是有礼位。谢他。个别子，算个别子上堂。便是你所犯何罪，与我从实招来。讲，大人，万物早有员工是什么？是杨内府妹夫大夫。这是实情吗？是实情。那你在三大仙堂上为我又是同结为名，这因三大仙用硬逼供我，不得不供啊！哼，你四次反复不讲实情，难道本部当就不会用硬吗？来人，暂时死恨，是暂时死恨。上瘾一声，真的不痛啊！二声，快就痛啊！哎呦，哎呦！三声，杨内府妹夫大夫，三七送医，算个三个。算个三顾上堂。也要上堂？哎，是你啊！哎，我不认得你，我就不怕了。不许无声，快见过大人！大人，大人怎么不见法？快与我跪下！
你叫个三个，我叫个三姑。你嫂嫂与谁通奸？你哥哥是被谁害死的？你与我送上将来。哎呀，大人你帮帮忙，问些别的好不好？这件事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知道了，也不能告诉你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不能告诉我啊？哎呀，我是不知道，我就是知道了，也不能告诉你。小小年纪竟4次吊啊！来臣有3字4分。是。这东西真好玩。上演一声。你们俩人在把我比赛啊，自己拉呀！好水，快叫痛啊！叫痛，我一点也不痛，你让我叫痛，做啥啦？彼此原判退他。你这上策用，搞什么鬼？我再三嘱咐你，已经为时原判，你葫芦里卖的什么羊毛？王爷，阴不差也，当堂无比，这案子还能审得出真心吗？哪个大胆，立即杀办！实是啥办？当朝进了所，真凶是为另耍花招。我故意宣布第时原判，就可以问世真凶。那你叫我来做什么呀？请王爷看出戏。宽喜，请王爷到隔壁案室拭目以待。好，只要能审得正经，让杨昌君吃不了丢石子，我便听你的。王爷，戏就要开嗓了，请。这是大人恩典，让你们喝断头酒时再团聚一次。明日一早过堂，严明正审，当夫发丧，开刀分斩。我们明天休呀！这也是你们的造化哟！你们俩生前做了风流女，死后还做风流鬼呀！时候不多了，有什么话就快讲，不要错过喽。哦。不养内务，不欠风流债，请出冤求归，天地何他不公也！想得到吗？你我们有同和交杯酒，今日讨同一只断头酒。哎，也罢，反正都是酒，
令我和他个痛快，明天好一同上路。不，怎么？你不恨？好，那我使劲恨。好酒，好酒啊！温温嗦嗦一壶酒，何来待愿腾下回？泪愿下儿花一恩，此心不管一把血。想你我思索，心里公子催命君母在连夜三层情，可叹我少年长子身苦，梦抛为先人一笔勾，杨梅无自落得不穿草木，春秋衣不做
从今日当世局，负不了孙公落名义，千万来和这送你断头3年呐！今天我才听到你这一个害事啊！你不但害了我杨内夫，你可知你害了我仙家死了人命呐！你家死开！我妻子上告北京，我姐姐告部上犯罪，我的孩儿夫人抚养都难免也是连我，岂非是死掉生命啊！阿爷，你怨我，恨我吧！事到如今，我怨你，恨你，都已无用了。我在求你，让我死了也做个明白鬼。一场灵魂心大红，我恨你留下小大究竟是哪个？你呀，今天我辛苦，下着早黑我长风，累不得不别等，却是那余杭冤儿子。刘子红，还是刘金龙的儿子刘子红。凶手就是刘子红，你为我苦苦要我杨内你和牛精打你舞，是他们兄弟贼赃有家务，说什么有牙帮有人证，可怜看着你娘内部，是比我外公人间负责才苦，陛下朝政他是花轿，轿子花了了解命运，西方那不。我姐姐杭州府屯进救命院，三大仙堂上你为我不把真心付。堂上无人将出征啊进，尊三大仙不用反攻，不是啊虎，通奸谋必行功，可因子下冤难诉，此一番到阴部，有子这刘子武一生不依赖
来团见，说什么亲家上空来京都，十大女子同黄金，上上下下你不如，只要登上半圆宫，苦救你二爷的血骨，大道永远顾不透一字清心。一番无情
到了深圳顺了好心繁琐，哪知你情多空。情难通，秀才一日一行变人棍，棍棍相如龙和木，先天头几十当，大小文官一把度，层层叠叠变人忙，长廊下下无关顾，世人分门丢一遍，亡命对此夜梦美。一见冤冤吐三言，老头们依旧必是冤魂杀夫妇。我杨梅母辛苦巨人亏身这个，这天下更有多少冤鬼可光我。谁过啊修是真莫难过，大道一绝无测无，生生8年总有事内无红，西沙头路莫要一枪必须高上苍，高上苍他情把心呼唤青天，恰是举魂盼雨路。二爷，好兄妹我
杨内务，你的原文可以昭雪了。听说秀姑妹也被一见问答，想法为你城中无辜，望捐情的，这日子可也不好过。兄弟，你居然功名被更失，要永生不能再进考上，世间落得一身伤伤。还是太太平平回家去吧。回家，回家。回